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民进党内的总统初选开始战咯。行政院的前院长赖清德是得到独派大脑的支持，但是总统府的秘书长陈菊、行政院长苏贞昌等超过40个高官要员是来表态，挺总统蔡英文竞选连任。民进党即摆是新组一个5人的小组，要来协调人选。主席窦英泰是叫这个东江先卖过渡来表态。 不是否定总统，也不是否定过去的执政。初选呢，它是党内的机制问题哦。我昨天已经告诉我们所有的执政团队的成员，蔡总统寻求连任，就要面对赖清德投入党内初选的挑战。主席窦英泰爱东江唔通过度表态。所以我昨天另外一个希望就是说，在这个时段里面呢，不要过度表态。 外团蔡总统方面得到总统府秘书长陈菊、大领行政院长苏贞昌、副院长陈其迈、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，以及36位民进党立委小天气势真惊人。赖清德、毛前中研院长李元德、总统府前主席吴宽敏、主席吴理培等独派大脑支持。那我相信蔡总统的连任有助于台湾走在正确的道路上。 民进党中常会已成立5人协调小组一选，可能包含民进党立院党团总调郭建明、通市长郑文灿、总统府秘书长陈菊以及行政院推派人选，避免造成底下支持者的各自分裂。那我觉得，当党主席有这样的宣示之后呢，我们希望一切按照民进党既有的成熟的初选机制来进行。民进党2020总统宝座抢夺战特别开始，蔡总统有加伫出访邦交国进前完成登记，正式甲赖清德对决，到底谁会当出线，就交由党内机制来决定。